大家好，我係小白龍，今日又嚟到啟德區裏邊介紹新盤啦。而呢一隻戶型喺啟德區裏邊非常熱賣，等我帶你一齊去睇樓啦。呢一隻戶型係818尺，3房1套，前面就係一個維港景，全部做到廳房同向，喺煙花1樓㗎。呢一隻戶型喺整個樓盤裏邊只係得50幾個㗎咋。佢嘅好處就係佢係喺永遠嘅前排，永冇遮擋。呢一度嘅電器、浴室用料全部都係用上歐洲上等嘅貨色，其中包括有法國、意大利同德國。入住呢個樓盤仲有一個特色，就係會令到入住嘅人嘅工作同埋讀書方面有所提升。你會問我點解？你嚟揾我小白龍，等我話俾你知。值得一提嘅就係呢一度嘅會所加埋綠化地帶，一共超過12萬尺，真係好大又靚。有時間真係要過嚟睇一睇，尤其是係個會所。而家如果透過我或者我嘅專業團隊成功購買你心頭好之後，我會送出一個套餐，當中包括室內精心佈局同埋選擇一個適合你入住嘅日子，仲有當你收樓嘅當天，我哋會有一位專業嘅驗樓師一齊同你上去驗收。以上嘅服務全部都係全面嘅，我小白龍提供一條龍嘅服務，令你買得開心，住得安心。以上嘅樓盤仲有好多個戶型以供選擇，如果有需要嘅話，可以直接聯絡我，關注我，我係小白龍。